哇，個烤包真係好舒服，軟硬適中。Hello，大家好，我係富日家居嘅軒。近排好多廣告街坊咧都會嚟問我喺邊度揾到一款又舒服又襟用又要大品牌嘅床褥，所以今日我就帶大家嚟到富日家居嘅雅蘭睡眠體驗中心，一齊嚟採訪一位專業嘅睡眠顧問，嚟體驗雅蘭專業嘅睡眠解決方案。Hello， 大家好，我係雅蘭床褥推薦官阿妍。床褥會呼吸自然好睡眠。雅蘭床褥，中國高端床褥製造者，60年國民好品牌。雅蘭床墊可以帶到啲咩服務同埋保障俾我哋啲街坊呢？雅蘭床墊嘅蛋黃係得保25年嘅，仲有免費送貨上門安裝，仲有除蟎服務，瞓得安心，買得放心。哇，咁有咁齊全嘅保障同埋服務嘅話，咁今日有冇啲爆款同埋新品可以介紹俾我哋街坊嘅？阿妍，今日你嚟就啱啦，你過嚟睇下我哋雅蘭呢款床架。我哋睇下呢款雅蘭嘅真皮超希床架，你靠靠試感受下先。哇，個烤包真係好舒服，軟硬適中。係啊，呢款係雙人獨立靠包，可調節。哦，睇書、追劇、休閒都好啱㗎。哇，佢呢個真皮面料真係好舒服，好柔軟。咁佢會唔會好難打理呢？好容易打理㗎，平時攞濕抹布抹一下就乾淨啦，襟毛襟用。而且係齊邊造型，3面齊邊慳空間，圓潤邊角放碰撞，離地12公分，掃地機器人輕鬆出入，顏色百搭，咩風格都啱㗎。咁我哋睇完床架，仲有我哋街坊最關心嘅床褥，有冇一張又透氣唔會噏住，又軟硬舒適嘅，有支撐感嘅，可以推介俾我哋呢？有就係呢款雅蘭豐年期攬版，主打透氣、積壓、靜音，性價比仲超高。呢張床褥3大核心技術，瞓得舒服又安心。會呼吸嘅透氣系統，多孔針織面料加360度嘅蜂巢圍邊，透氣係普通圍邊嘅3倍，成晚都乾咗唔覺寒。仲有99%嘅抗菌防蟎力，敏感肌膚小朋友都啱用㗎。用嘅係幻彩型包記1棉，積壓係普通海綿嘅3倍，冰感唔焗人，有支撐有包裹，俾我哋成晚嘅深度好睡眠。今日非常感謝阿妍嘅詳細同埋悉心嘅介紹，聽到我都好心喐。所以嘅話，記得今個星期嘅話，大家一定要嚟到富日家居雅蘭睡眠體驗中心，一齊嚟體驗優質嘅雅蘭品質。更多大灣區資訊，記得篤一篤以下訂閱，唔好走寶。我哋喺富日家居雅蘭睡眠體驗中心等你。